農曆春節期間，各大廟宇攏吸引真濟民眾到廟內來行春祈福。位於台南市南區四群新龍山寺，對農曆29暝廟前就開滿人潮，每人手提氣球，在主時一到，就空飄氣球，場面壯觀。接下有着主委吳志祥帶領技術人員，甲着信眾向外來迎神祭拜，隨後開廟門進入廟內，向着清水祖師來分享，場面莊嚴。在29暝，咱來開廟門，會當新的一年哦，咱就大大細細攏當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大賺錢。會當多少人馬上有錢，馬上好，就大家當馬上身體健康、平安快樂，祝賀各位，謝謝。而新春期間，廟方佇個廟前嘛設有過7星平安橋，春節期間吸引未少的民眾前來祈求過平安，甚至全家大小每年攏一定會前來。過年時間吼，按清水祖師講吼，神威顯靈。保庇大家攏會大賺錢，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。規家攏來，規家攏有來，嘿。所以大祖真正足靈現啦，你求啥，伊攏會甲你迄落。阮遮伊佇個農曆正月初5，廟方舉辦平安宴，今年總共是開170多桌，邀請着高背景、甲着十方的信眾。出席的貴賓包括市長黃偉哲、立委陳廷輝，還有儕位的民意代表，場面盛大。清水祖師講，神威顯現，一定要讓保庇大家吼，來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一馬當先，馬到成功，馬年行大運，祝福大家平安順利。在咱清水祖師的見證之下，相信清水祖師會鬥相共，鬥保佑，會當予國泰平安，風調雨順，予咱每一位好朋友，在咱心中的祈求，都會當達成目標，達成願望。也要祝福大家，在新的一年都能夠馬到成功，都能夠一馬當先。要來祝咱這個十方大德，這個好朋友，中華貴賓。大家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每年行大運，馬上健康。在個平安宴結束，廟方在個暗時的主時，嘛提前為清水祖師來暖壽。在個國樂聲中，有着主委吳志祥帶領爐主以及儕位的民意代表為清水祖師來祝壽，場面熱鬧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